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安然人生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隋兆清。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，或许会改变你对长寿的认知。如果让你在两种人生里做选择，一种是100岁高龄却常年卧床，生活完全无法自理，全靠他人照料；另一种是90岁依然步履轻快，能自主打理生活，甚至能和家人一起短途旅行、公园散步。你会选哪一个？在老年医学领域，70岁是一个公认的健康分水岭。70岁之前，身体的代偿能力较强，即便有一些小毛病，也能通过自身调节扛过去。但一旦过了70岁，身体各项机能会进入加速衰退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断崖式下跌。这个阶段，你的走路姿态、步数快慢、稳定性如何，其实都在悄悄暴露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。世界卫生组织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多个权威机构都通过长期跟踪研究证实，老年人的步行速度与步态稳定性和预期寿命呈显著正相关。甚至有不少老年病专家提出，步行速度可以被列为第6大生命体征，与体温、脉搏、呼吸、血压、血糖享有同等重要的健康参考价值。那么什么样的走路状态才说明你大概率具备长寿体质？反过来，哪些走路时的异常表现是身体在向你发出健康警报？今天我就结合临床经验为大家逐一拆解。如果70岁之后你走路时没有以下这5种异常表现，那就要恭喜你，你的身体机能已经优于多数同龄人，健康活到90岁的可能性非常高。接下来的内容全是我从临床病例中总结的实用干货，涵盖了多种老年病的早期预警信号。建议你先点赞收藏，再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避免后续需要时找不到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能帮到自己或家里的长辈，现在就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后续有新的健康科普，你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。也欢迎在评论区打健康2个字，让我知道你已经跟上节奏了。正式讲解之前，我们先搞懂一个核心问题：为什么70岁后走路状态会成为长寿的关键判断依据？英国剑桥大学桑格研究所曾开展过一项覆盖10万人群的大型研究。研究团队通过分析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造血干细胞，发现人体在70岁之后，造血干细胞的群体结构会发生剧烈重构，细胞的分裂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会出现断崖式下滑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老人70岁后免疫力会突然下降，稍微受点凉就感冒，一旦感冒还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。同时70岁也是肌少症、神经系统退化的高发阶段。我之前在节目里多次强调，肌肉是老年人的第2条命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如果不主动维护肌肉，其流失速度会达到年轻时的3倍以上。而走路这件事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一项需要全身多系统协同运作的复杂运动。骨骼提供支撑，肌肉提供动力，神经系统负责协调，心血管和呼吸系统负责供能。所以一个人的走路状态本质上就是一份全身机能综合报告。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梳理70岁后走路时哪些表现是健康的信号，哪些异常需要重点警惕。第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走路是否有发飘感，也就是走路摇摇晃晃，无法保持直线。如果70岁后你走路依然稳稳当当，不需要扶墙借力，也不用刻意盯着脚下的路，甚至能一边走路一边转头和身边人交谈而不失衡，这说明你的小脑和前庭系统功能非常健康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跌倒是70岁以上老人致死致残的首要诱因，而走路发飘不稳正是跌倒的最主要前兆。在临床上，这种发飘感主要源于2种情况。第一种是小脑功能异常。小脑是人体的平衡中枢，如果没喝酒却总感觉走路像踩在棉花上，脚步深浅不一，或者必须把双腿分得很开才能站稳，医学上称为髋基底步态，这可能是脑部退行性病变的信号，甚至可能是脑梗死的早期预警。第2种是双脚位置感知障碍。正常人即便闭着眼睛也能清晰感知双脚的位置，但有些糖尿病患者因周围神经病变或缺乏维生素 B12， 导致神经受损，会出现脚踩在地上没感觉的情况，必须靠眼睛盯着地面才能行走。一旦光线变暗就不敢动。
如果这两种情况你都没有，走路始终平稳笔直，说明你的神经传导通路通畅，中枢神经系统对身体的调控能力极强，这是典型的长寿信号，意味着你未来发生意外跌倒的概率会大幅降低，生活自理能力也能长期保持。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走路速度是否过慢，简单来说就是70岁后走路是否依然有劲，速度不拖沓。美国匹兹堡大学曾对3万多名65岁以上老人开展了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，最终得出明确结论：步行速度每提升每秒0.1米，死亡风险就会降低12%。这项研究还给出了一个临界标准，每秒0.8米。如果你的步行速度能超过这个数值，预期寿命通常会高于同龄人的平均水平。但如果步行速度低于每秒0.6米，未来几年发生跌倒、残疾甚至死亡的风险会显著上升。这里必须强调，走路慢不是老了的正常表现，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，背后往往藏着肌肉流失、神经协调下降等问题。我临床接诊过不少这样的病例。有位李叔叔，年轻时是专业运动员，72岁那年，家人发现他过马路越来越吃力，经常绿灯亮了，走到一半就变红灯，明显跟不上正常行人的节奏。后来到医院检查，确诊为严重肌少症，大腿肌肉量仅为同龄健康老人的60%。其实走路慢本质上是肌肉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现。当大腿和臀部肌肉无法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推进力时，大脑为了避免跌倒，会主动放慢速度，缩小步幅，这是一种被动的自我保护。反过来，如果70岁后你走路速度能跟上正常人群，比如能在绿灯时长内轻松走完一条马路，能跟上同龄人的步行队伍，这说明你的肌肉储备充足，神经反应能力也处于良好状态，是身体机能优异的重要体现。第三个需要关注的是走路是否有拖曳感。大家可以下意识地留意一下自己走路的状态，是否能清晰听到嚓嚓嚓的鞋底蹭地声，是否总感觉脚抬不起来，像被什么东西拽着一样，这些都是临床上需要重点警惕的步态异常信号。其中最典型的是慌张步态或小碎步，起步时格外困难，一旦迈开步子就会越走越快，身体不自觉地向前倾，像要往前栽倒一样，很难主动停下来。这种步态最常见的诱因是帕金森病，很多人误以为帕金森病的典型症状是手抖，其实步态异常往往更早出现，比如腿部发僵、抬脚无力等。还有一种容易被误诊的疾病，叫做正常压力性脑积水。这种病在70岁以上老人中的发病率并不低，其典型症状之一就是走路像脚底沾了磁铁，难以抬起，同时还可能伴随尿频、尿失禁以及记忆力减退等问题。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，病情会快速进展，最终导致痴呆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。如果你的走路状态与此相反，鞋底磨损均匀，走路时能清晰感觉到脚后跟先着地，脚尖轻松离地，步伐轻盈，没有沉重的拖曳感，这说明你的大脑基底节功能正常，关节柔韧性良好，不存在明显的神经变性问题。我在临床中见过不少75岁以上的健康老人，依然能大步流星地行走，他们的神经系统状态甚至比一些60多岁的人还要好。第四个需要关注的是走路时是否出现间歇性腿疼，这直接关系到你的血管健康，尤其是下肢血管的通畅程度。如果走路时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，休息几分钟后缓解，再走一段又疼的情况，一定要高度警惕。这在医学上被称为间歇性跛行，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典型症状。很多老人会把这种疼痛误认为是老寒腿或缺钙，盲目补钙贴膏药，反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。其实背后的原理很简单，腿部血管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堵塞后，静止状态下，血流勉强能满足肌肉的供血需求。一旦开始走路，肌肉耗氧量急剧增加，堵塞的血管无法及时供应足够的血液，肌肉就会因缺血缺氧而产生疼痛，迫使你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休息后，血流逐渐恢复，疼痛缓解，但再次行走后，问题会重复出现。这里必须提醒大家，
血管是一个全身连通的系统，下肢血管出现堵塞，说明全身的血管都可能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。这意味着心脏的冠状动脉、脑部的血管也大概率存在狭窄问题，是心梗、脑梗的高危预警信号。如果70岁后你能和老伴一起逛公园，连续行走2-3公里，都不觉得腿脚酸麻沉重，这不仅说明你的腿部血管通畅，更意味着全身血管弹性良好，血液循环系统功能正常，这是长寿最核心的硬件条件之一。第5个需要关注的是走路时是否容易气喘吁吁，具体来说就是稍微加快走路速度，是否会出现上气不接下气、胸闷气短的情况。走路本身是一种温和的有氧运动，同时也是对心肺功能的天然压力测试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心肺功能会自然下降，但对于健康的70岁老人来说，在平地上以正常速度行走时，完全不应该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。如果仅仅走了几步路，或者爬了1层楼梯，就开始喘得像拉风箱一样，嘴唇发紫，心跳快得仿佛要跳出嗓子眼，这说明你的心肺储备能力严重不足，可能是心力衰竭、慢性阻塞性肺病，或是严重贫血等疾病的表现。在长寿老人的共同特征中，心肺耐力是核心中的核心，因为氧气是全身器官运转的核心燃料，只有心肺功能良好，才能保证氧气高效输送到全身各处，让各个器官正常工作。运动科学中有一个简单的说话测试，如果走路时能轻松和身边的人谈笑风生，说话流畅不卡顿，不需要停下来喘气，就说明你的心肺功能至少处于良好水平。拥有这样一颗强健的心脏和健康的肺部，无疑是走向长寿的重要保障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，70岁后走路是否存在这5种异常：发飘感、速度过慢、拖曳感、间歇性腿疼、容易气喘。如果这5种情况你都没有，那真的要恭喜你，你的身体素质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同龄人。只要继续保持当前的生活状态，健康活到90岁的概率非常高。如果自查后发现自己存在其中1种甚至2种异常，也不用过度焦虑恐慌。很多人会觉得老了就这样没办法改变，但从临床角度来看，即便到了70岁，我们的身体依然具备很强的可塑性。只要从现在开始进行科学干预，完全有机会改善步态，提升身体机能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观点：长寿从来不是靠运气，而是藏在每一次迈开腿的细节里。70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健康关口，但它绝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需要我们更加用心呵护身体的新起点。不要把步履蹒跚、腿疼腿麻当成老了的必然结果，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衰老表现，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。如果你的走路状态良好，没有今天提到的5种异常，就请继续保持当前的生活方式，自信地走向更长寿的人生。如果发现自己或家里长辈的走路姿态出现了变化，也不要拖延，及时带他们去医院的神经内科、骨科做全面检查。早发现、早干预，才能换来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。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在评论区互动交流，你目前的步行速度怎么样？每天大概走多少步？有没有自己独创的腿脚保养小方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让我们互相学习，一起健康变老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麻烦你点赞、收藏，再转发给家里的长辈和朋友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藏在走路里的长寿信号。这里是安然人生，我是隋兆清，专注分享实用的老年健康科普。关注我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讨那些被你忽视的健康细节。我们下期再见。